评判老师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编号第2號。今仔日我要演说的题目是我的囡仔伴。讲到囡仔伴，毋知影我是要生气，也是要哈哈大笑啊！我若甲恁讲，我的囡仔伴是阮姑婆甲我做满月度晬的花被，jiō-tsū-á，恁敢会相信？敢会有兴趣咧？这毋是歹年冬厚痟人，也毋是我即个囡仔痕咧变猴人。这是逐改佮阿母相諍，我拢蹐蹐伊的话题啦。毋过看未来，想过去，敢若閣是有影的代誌呢？自從我捌代誌以來，印象當中參一領花被有親密鬥陣的感情。我一個麻吉的囡仔伴，時常予我提咧手裡，陪我佚佗做伴。目睭若沙微想欲唔唔睏的時陣，若無伊佇身邊欲落眠，由我算甲規厝緊，也是目睭緊緊緊。毋管行倒位，一定愛伊對身邊，若無困袂去，佫真晦氣。若一塊jiō-tsū-á，安怎是我的囡仔伴咧？阿母講，我是一個過敏佮歹兒子的囡仔，尤其是包jiō-tsū-á的尻川，不管是我到甲紅赤赤，住佇草地的姑婆仔，敢親手甲無做花被jiō-tsū-á，互我利用。講也奇怪。自從用到姑婆的愛心花被jiō-tsū-á了，過敏佮愛好我，煞變甲好有氣佮乖巧，所以到即馬，這領花被，這塊jiō-tsū-á藏佇我的房間內。為安怎我講因是我上好的囡仔伴咧？我是一個活骨無生定着的囡仔，總是想空想芳。找新鮮的物仔來耍，毋過我上愛摸着迄領花被，頭底畫啊掛，手揢掃手，甲我當作是一個暑假英雄來扮演。這個時陣愛帶一個細漢的佇身邊，爬懸跳街，哪袂輸是風動樓頂，行動樓骹的老馬卡，毋是會人白表欠腿的肉口哦，因為我愛變猴人，常常互人罵，講我是歹鬼帶頭若撲狗，做歹模樣互小弟仔學，竟然互罵互罵是著骹當地去翹喙的我，花被拖咧去房間細細念，甲心內受氣話，攏講互一領袂因為花被聽，我講啥？伊攏喋喋聽，白出是糞掃桶共款，甲我不足的糞掃攏照落去。我一個囡仔伴，敢是上乖，配合到上讚的麻吉咧？毋知現場的好朋友，恁的囡仔伴是人是翁仔是寵物，抑是啥物死人骨頭咧？我的演說到這結束，感謝。